之前台北市一间高中的特殊教育学生因为情绪问题拍代课老师，引起各界讨论特殊教育老师的负担议题。台北市政府即阵规划8月新学期开始，要减少特教老师上课的时数，让这寡老师通让出较侪时间关心研究特殊教育学生的需求。需要特教的高中、国中小学生，逐年增加伫咧融合教育趋势。9成2的特教生，大部分时间伫咧普通班，部分时间安排去分散式资源班学习。资源班的排课是依据学生的能力，然后我们都会在期初、期末跟家长做一些 IEP 的讨论，然后再来决定说学生的课程的需求。因应特教学生继续增加，特教老师负担真重。新北市是规划8月新学年开始，降低特教老师逐礼拜授课的时间。以分散式资源班来讲，国小减5节，国中减4节，高中减6节到10节。因应整个孩子的需求强化跟普通班老师像课程的调整，还有 IEP 个案会议，还有入班协助跟训练。透过减课，让特教老师有充分的时间来支持特教学生伫咧学校生活甲学习调整的需要。另外，部分县市特教班师生比伤过悬，教育部昨修正发布相关办法，为国小1:10，国中1:8，高中1:15，117年8月达标；幼儿园1:15，估计120年8月达成去拍拼。其实，在幼儿园，它是孩子不是抽出来的，他是直接进到这个班哦，比如进2到3个。那国小、国中是对接到课程哦，那高中不是针对课程。新北市减课，教育部统一师生比来提升特教品质。也毋过，即届这中式特教班的师生比甲需要无明显改变。新北议员拢要求地方甲中央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